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嚟到智慧會成語歷史篇。喺中國浩如煙海嘅成語典故中，削足適履無疑係最具畫面感，也最令人不寒而栗嘅比喻之一。佢字面上嘅意思是，因為孩子太細，為了能穿進去，竟然拿刀把腳削掉一塊。今日我們用這個詞，通常是在批評那些不懂變通、生搬硬套嘅教條主義者，比如照搬國外經驗而不顧本國國情嘅做法。然而，當我們追溯這個成語嘅源頭，翻開西漢劉安主編嘅《淮南子·說林訓》時，卻會發現一個驚心動魄嘅事實：這個比喻最初描述的並非日常生活的瑣碎選擇，而係春秋時期兩場血淋淋嘅宮廷政變，係父子相殘同埋兄弟鬩牆嘅權力悲劇。為了讓現代讀者理解這2000年前嘅慘劇，我們需要撥開歷史嘅迷霧，去探尋削足與適履背後那關於人性、慾望同埋愚蠢嘅深刻命題。故事第一個舞台設在春秋時期嘅楚國。公元前531年左右，楚靈王正沉浸在稱霸天下嘅夢幻中。他率領戰車千乘，雄兵10萬，浩浩蕩蕩地征伐蔡國，並命令泥底公子氣疾留守被佔領嘅蔡國領地。楚靈王太想成就霸業了，以至於忽略了後院嘅危機。公子氣疾雖然係楚靈王嘅親弟弟，但在權力面前，血緣薄得像一張紙。公子氣疾身邊有個謀士叫趙吳，此人極具煽動性。佢看準了楚靈王大軍在外，國內空虛嘅良機，對公子氣疾說：現在大王在外征戰，國內空虛，何不趁機殺回程都，擁立新君？到時候你就是攝政王，這皇位還不是隨手可得？公子氣疾野心勃勃，一聽此言，立刻撕下了忠誠嘅面具。他率軍秘密回師，發動政變。為了掃清障礙，佢殘忍嘅殺害了楚靈王2個兒子，即係佢嘅親侄仔，並立另一位兄長嘅兒子子午為傀儡國君。此時，遠在前線嘅楚靈王聽聞後方生變，愛子被殺，大軍一夜之間潰散。曾經不可一世嘅霸主，瞬間變成了孤家寡人。史書記載，他在荒野中狼狽逃竄，曾多次想下車走入村莊尋求幫助，但侍從知道他大勢已去，為了避免他受辱，默認了他的絕境。最終，楚靈王自縊身亡，死後連一個給他收屍嘅兒子都沒有。按說到了這個地步，公子氣疾的計劃已經成功了大半。佢擁立了子午，自己掌握實權。然而，那頂象徵權力嘅皇冠實在太誘人了，就像那雙鞋，
對於公子氣疾這雙大腳來說，子午坐在皇位上，讓他感到極度的不合腳。他絕不甘心屈居人下，於是悲劇進一步升級。公子氣疾決定再來一次修戰。他在朝堂上製造恐慌，四處散佈流言說子午要殺他，然後帶領甲士衝入宮中，面對着瑟瑟發抖嘅君王，佢嘅另一個親侄子公子氣疾沒有絲毫猶豫，逼其自殺。這一刻，公子氣疾終於將自己嘅腳塞進了那頂皇冠裏。他就是後來歷史上臭名昭著嘅楚平王，那個在位期間殺死伍子胥父兄，導致日後楚國幾乎被吳國滅國嘅昏君。為了得到那雙名為皇位嘅孩子，公子氣疾先是削掉了侄仔們嘅腳生命，最後連哥哥的兒子這塊腳筋也削掉了。劉安在《淮南子》中批評此事，用的正是譬由削足而適履。如果說楚國嘅故事係兄弟相殘，那麼《淮南子》引用嘅第二個例子，則係令人更加發指，因為佢係關於父子反目嘅故事。當時嘅中原霸主晉國，晉獻公係一位雄主，晚年因為寵愛驪姬而晚節不保。驪姬係極有心計嘅女人，佢為了讓自己嘅兒子奚齊繼位，策劃了中國史上最經典嘅枕邊風政變。首先，佢慫恿晉獻公將三個年長嘅兒子太子申生、重耳、夷吾都派到邊境去鎮守，只留下奚齊在自己的都城旁。這樣做既是疏遠，也是為了讓奚齊成為唯一嘅中心。接着，驪姬使用了一招極其惡毒嘅離間計。有一次，驪姬叫太子申去祭奠已故嘅佢嘅母親，按照禮制，祭奠用嘅肉要帶回來獻給父親。當申生派人將祭肉送到宮中時，驪姬卻暗中在肉裏下了毒。等到晉獻公準備享用時，驪姬故作驚覺地說：君王，這肉從遠方送來，還是試一試吧。結果不管是狗還是侍從，吃了肉都立即斃命。驪姬哭得梨花帶雨，對晉獻公說：太子，這也太狠心了，連自己的父親都要殺，何況他人？君王，你年紀大了，他就這麼等不及要繼位嗎？此時晉獻公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父親和國君應有嘅判斷力。佢沒有去調查這肉嘅來源、經手過程，甚至沒有給申生給任何辯解嘅機會，便認定兒子謀反。太子申生也是個愚忠嘅人，佢不願背負叛亂嘅罪名，也不願揭露驪姬讓父親難堪，更不願出逃，最後竟然在新城自刎身亡。然而驪姬的鞋還沒有完全合腳，太子死了，晉獻公還有重耳和
夷吾兩個兒子。危機對晉獻公說：親生下毒嘅事，重耳和夷吾都係知情嘅。晉獻公嘅愚昧至此已無藥可救，佢居然派兵去捉拿自己另外兩個親生兒子，重耳和夷吾，眼睜睜看着父親為了後母嘅兒子而要殺自己，不得不連夜翻牆逃走，流亡國外。晉獻公為了寵愛酈姬，為了讓嵇齊坐上太子嘅位子，不惜殺死或驅逐自己三個成年嘅優秀兒子。這種行為在偽男子看來，就是為了穿上那名為偏愛嘅孩子而砍掉了自己嘅腳，即是親生骨肉。晉獻公晚年死後，秦國果然大亂。嵇齊雖然短期登位，但很快被大臣李克殺死，酈姬也被鞭殺。晉國從此陷入長期嘅動盪，直到重耳晉文公回國才重新崛起。這就是削足適履誕生嘅原始土壤。它不僅僅是關於方法論嘅愚蠢，而是關於價值觀嘅墮落。偽男子說林奮在敘述完這兩件事之後，給出這句經典嘅判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變官。這句話嘅意思原本係用來養育該養育嘅東西，結果卻因為被讒言所迷惑，反而去殘害那些該養護嘅東西。這種行為就如同削掉腳而適應孩子，削掉頭去適應母子一樣荒謬。劉安是在這個比喻來批判那些被私慾同埋昏聵蒙蔽雙眼嘅人。喺那個樂崩樂壞嘅時代，周朝維繫社會嘅宗法制正在瓦解，血緣關係在權力面前變得一文不值。楚平王為了皇位殺兄殺侄殺子，晉獻公為了寵妃殺子。他們眼中只有目標，就係權力同埋美色，卻忘記了達成目標嘅載體人倫同埋常理。到了後世，這個成語應用嘅場景才逐漸從政治哲學伸延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漢代以後，學者們開始用它來諷刺經學研究中的死守章句不容有絲毫變通嘅刻板行為。而到了近代，隨着中西交流嘅頻繁，削足適履被賦予了強烈嘅現實批判色彩。回望這兩段春秋歷史，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公子郤訥和晉獻公會犯如此低級嘅錯誤？答案或許在於執念。當一個人太想得到某樣東西，為了保住某樣東西時，佢就容易陷入削足適履嘅邏輯閉環。鞋子代表了慾望，而腳代表了本質。我們常常因為太在乎鞋而忽略了腳才是主體。
這成語之所以流傳2000年而不衰，正是因為它着中了人類嘅軟肋。我們總是在追求孩子嘅過程中忘記了腳嘅痛痛。正如衛藍子所警示的，那個削掉自己腳去適合孩子的人，也許一開始就穿錯了鞋。真正嘅智慧唔係削足適履，而係量體裁衣，或者換一雙鞋。我們讀懂3000字背後嘅血腥過往，再聽到削足適履這個詞時，或許會多一分警醒。不要為了迎合外界嘅標準而傷害最珍貴的自我或者親戚。不要在追求目標嘅路上忘記了我們為何出發。畢竟腳是為了走路，而非為了塞進那雙華麗嘅而狹窄嘅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同埋分享視頻，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